針對着國內食毒賽車問題，交通部提出着道交管理處罰條例修法，包含無賽車和食毒駕駛坐公車也着罰。若准有使用1、2級毒品呢，是吊銷駕照3年；用3、4級的毒品，上濟吊扣2年；坐公車上當罰鍰5塊。若准受人處分者呢，就要去解毒治療或者是講習，一段時間無食毒，才會當過來考駕照。按算6月底進前送行政院轉立法院審議。查某人表情硬神，互證人查落來，再真濟湯加樹煞家己去弄着，差一點仔介着過路人。2天前，這個事故佇中華園林市區4天的駕駛涉嫌食毒賽車，雖然檢方申請羈押，煞叫法院駁回，伊無報車回，將檢已經提控告。同款的食毒賽車，今年4月，中華鹿港原來有60歲姓陳的菜販仔涉嫌食毒開車，面對警方臨檢拒絕加速逃走，高雄市一個騎機車的負責人專案採證結，將檢以食毒賽車、公共危險駕駛人罪嫌起訴，並且法院分罪並罰。在撞倒機車騎士後，繼續碾壓被害人致死，有殺人之間接故意。查獲後，測得尿液中安非他命濃度達每毫升500奈克以上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更高達5755奈克，高出11倍。為了阻擋食毒賽車，檢方有真濟做法，用更加積極嚴厲手段。因為國內食毒賽車問題也未解決，即馬交通部嘛推出修法，食毒賽車無造成重傷還是死亡，為吊扣駕照1至2年，加重變吊銷駕照，3年內未使考領。另外一個重點是，總共無賽車，若是互人發現有使用1、2級的毒品，直接吊銷駕照3年，限制定性考領；使用3、4級毒品是吊扣1至2年的駕照。在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針對適用1、2級跟3級毒品有相關不同的一個管理機制啊，所以我們在針對他們的駕照管理的話，我們也有相同的一個不同的管理機制。只要經通報有使用毒品記錄的話呢，那個通報使用1、2級毒品的話呢，會吊銷駕駛執照；3、4級的毒品的話呢，就是會吊扣駕照。討論真久的食毒賽車連坐法，嘛佇即屆修法範圍，公車的成年乘客相當罰15000塊，另外汽機車駕駛人食毒賽車的罰鍰，初鍰為本來的3萬加15000塊，變做12萬加9萬起跳。交通部預定6月底前，就會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送入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。記者採訪報道。